路加福音第2章。那时，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令，向罗马帝国的全体人民登记户口。这是头一摆的户口登记，是在基里纽做叙利亚总督的时，大家隆重全奔向去办理登记。约瑟也对加利利省的拿撒勒省去犹太，到大卫的省，名按到伯利恒，因为约瑟是属大卫的宗族，他爱同他的未婚妻玛利亚共下去登记。玛利亚已经有身康，他就在伯利恒的时，他的产期就到，他将头胎的奶用布包起来，并在马槽底背，因为离沙无蔬菜好本记头吃。在伯利恒的野外，有到种羊的人按布头吃在街尾，轮流种羊。主的天使对记头显现，主的阳光四面照等记头，记头就非常出惊。天使对记头讲：唔是惊。我爱报你到好消息，这消息为带本万民极大的欢喜。今半日在大卫的上都，有一位救主为到你到出世，就是主基督。你都会看到一个婴孩用布包顶，睡在马槽地背，这就是记号。忽然有一太吹的天军出现，同个天使共下颂赞上帝讲：愿阳光归本在天堂至高的上帝，愿平安属本天上其所欢喜的人。天使离开基督，转去天堂的时，众羊的人彼此讲：我都来去伯利恒，看主所指示我都已经发生的事。所以基督就赶紧去，寻到玛利亚、约瑟，留睡在马槽地背的婴孩。众羊的人看到后，就将天使所讲关系婴孩的事，留大家讲。所有听到的人，拢总真奇怪，众羊的人对基督讲的话。总是玛利亚将这一切的事记在心中，反复思想。众羊的人转去，就用讲上帝颂赞他，因为基督所看到的事，老对天使听到的完全相样。半日后，婴孩行割礼的日子到了，就为其安名喊耶稣。一个名是其蒙神胎以前，天使胎其安的。照摩西法律的规定，结请的日期满後，約瑟留瑪利亞帶嬰孩去耶路撒冷，愛將其奉獻本主。這是照主嘅法律所寫。凡係頭胎嘅奶，一天愛奉獻本主。基督也愛照主嘅法律所規定嘅，獻一對嘅斑鳩，也是2隻生日甲嘅做祭物。當時在耶路撒冷有一個人，名按到西面，佢係敬畏上帝嘅義人，時刻盼望以色列嘅安慰者來到，聖靈留佢同在。佢已經得到聖靈嘅啟示，佢自家在離開世間以前，會看到主所應許嘅基督。聖靈感動佢，佢就入去升天。那時，耶穌嘅野愛拄好南定，嬰孩耶穌入來，愛行法律所規定嘅事。西面將嬰孩攬在胸前，頌讚上帝講：主啊，你所應許嘅已經實現，這下我本你嘅僕人平安離開世間，我親眼看到你嘅拯救，就是你為萬民準備嘅，你愛上做啟示外邦人嘅光，做你嘅子民以色列嘅光榮。嬰孩嘅野愛對西面所講關係佢嘅事，感覺真奇怪。
四面为基督祝福，又对俄雅尔嘅阿妹玛利亚讲：俩俄雅尔凭上帝拣选，是为到以色列中千多人嘅灭亡，留千多人嘅得救，而要上做千多人诽谤嘅对象，用安样来显出俩条人心中嘅意念，忧伤会向利剑促传而嘅心。又有一个五贤弟，名按到安娜，是亚瑟基础法内里嘅妹爷，佢已經親老，佢結過婚，同佢嘅老公共下生活7年久，後來就守寡，這下係84歲，佢唔肯離開聖殿，日夜敬拜上帝，禁食祈禱。這時佢拄好也來感謝上帝，佢對所有等候上帝救贖耶路撒冷嘅人講起這俄雅爾嘅事。約瑟老瑪利亞照主嘅法律行一切所規定嘅時候，就轉加利利到基督嘅本鄉拿撒勒去。聖人嘅참참太勇健又滿有智慧，上帝嘅恩典老其同在。耶穌嘅爺愛突然去耶路撒冷守潘高節，耶穌12歲嘅時節，基督走上去守節，即其高鐵，基督就犧牲轉去，總係少年耶穌留在耶路撒冷，佢嘅爺愛唔知也件事，留到佢在同行嘅人群中間，行一日嘅路程後，正在親友嘅中間尋佢，基督尋佢唔到，就倒轉耶路撒冷去尋，到第3日，基督正在聖殿度尋到佢，這時佢坐在猶太教士嘅中間，一面談一面問，所有聽到佢嘅人，攏總稱稀奇，佢嘅聰明老回答，佢嘅爺愛看到佢，感覺真奇怪，佢咪對佢講：老爺啊，你做乜個安樣對待我哋呢？你看，我把老愛搭蔬菜尋你，受到威脅。耶穌應講：做乜個親愛？敢唔講你了？唔知我應當愛在我爸嘅鑊下。總係佢哋唔了解佢兩句話嘅意思，耶穌就聽佢哋向下轉去拿撒勒城，凡事順從也愛，佢咪將呢一切嘅事全部記在心中。耶穌嘅身體見來見高大，智慧也天天見增加，上帝老兒也越來越錫佢。